非常的高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同享耶稣降生圣诞节最大的一个祝福跟喜乐。所以我们跟隔壁说圣诞快乐，耶稣爱你。来，每逢圣诞节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呢？也许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哇，圣诞老公公，对不对？好，哇，会有圣诞老公公哦，哇，那想到圣诞老公公就想到什么？应该有圣诞礼物，对不对？哦，不仅这样子哦，我们到任何的地方，在圣诞节的当中啊，会看到很多的装饰，对不对？圣诞树啊，很多圣诞节庆的装饰哦。不但是这样子，也许你也会收到至少1、2张的圣诞的卡片，有没有？有没有？哇，表示你没有送给别人哈、所以别人就不会想到你哈。对，我们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总是有这些林林总总啊，都带着一个喜乐、喜气洋洋的来过这个圣诞节庆。我就心里想说，对呀，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来思考哦，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忘了圣诞节的主角？有没有？耶，对哦，哇，这孩子厉害，哇，太棒了哦！这个应该要给礼物的哈。等一下，老师帮牧师一下哈。对，圣诞节我们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庆祝呢？到底这一些带来的一个意义跟目的是什么？也许大家可以来思考说，对啊，圣诞节为什么要写圣诞卡片？对，是一个祝福哦。这个祝福是怎么样来的？就是上帝有预备要赐福给你的，所以借着你来写圣诞卡片，来祝福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所认识的人。不但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圣诞节的前一天啊，就是平安夜，不是吗？平安夜。我们都知道哦，以前在教会我特别在乡下的时候，平安夜我们都会去报佳音，哇，唱诗歌，然后穿着圣诞的老公公的衣服穿着天使的衣服就到族家去报佳音。这是也在表达早时候第一次的圣诞节的时候，天使来传报佳音的一个习俗哦。不但是这样，我们也来思考说，到底圣诞节里面还有所谓圣诞老公公，不是吗？有送礼物，那表示什么？好像也有典故的，因为第一次的圣诞节就是透过东方的博士来看到这位婴孩马槽里的耶稣，来赠送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来给耶稣。不但是这样子，我们也看到现在有所谓的圣诞大餐，对不对？也有典故的，为什么？因为有人庆生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好好的聚一聚。我们看这一些，哇，你可以想象吗？在一年当中有好多的节庆但是圣诞节这个节庆是最特别的，不是吗？我们有过母亲节，对不对？有过中秋节，对不对？好，但是你想，在圣诞节这个节庆里面，为什么是这么多人愿意来用这么多的行动内涵来表达，好像在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所以圣诞节跟爱是有直接绝对的关系的。你跟隔壁说，圣诞节跟爱有关系哦。来，对，圣诞节其实呢，圣诞节是在传播一个真爱的。圣诞节不只是一个圣诞 party 或一个圣诞大餐不，更重要的，它是在传播一个真爱的故事。这真爱的故事是怎么样呢？哇，我们来思考，在第一次的平安夜报佳音的那个过程里面，到底圣经是什么样记载的？哇，就说在以色列旷野那第一次的平安夜，有一些牧羊人在旷野在牧羊在半夜的时候，就有天使对这些牧羊人来说，我们来读好不好？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主基督啊，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哦。他天使当时候第一次报佳音的时候，跟这些牧羊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给你们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哦，而且是关乎万民的。所谓关乎万民是什么？是所有的人类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而且天使将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给他们以后，这些牧羊人就去传报哦，不断的去传扬，不断的去传扬。所以我们看现在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有诗班，对不对？哇，在唱这圣诞节的诗歌，在报佳音，报大好的信息给我们知道，并且我们每一间的教会都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好好的来庆祝啊，给每一个人都知道，并且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报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这关乎万民是什么？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婴孩为世人而降生了。所以他说，这个婴孩是包着布在马槽里的。所以我们在圣诞节哦，你看我们后面有布置，对不对？在我们的交易厅有布置哦。等一下也许全家可以去那里照个相啊。所以就在马槽的后面，你可以站在那里，有很好的角度可以来照相。这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用心的来做布置的。这一些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诞节不是一个人过节日，圣诞节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台湾我们永光教会在庆祝这个节庆了。圣诞节是历代历世都在传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爱人的故事。所以这是普天同庆的一件事情哦。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跟爱有关系，圣诞节跟爱有直接关系，而且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当然也关乎你跟我咯。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一个经节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哇，原来圣诞节是要叫我们明白这个真爱的故事，就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自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降生来到世上。而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几乎是没有盼望，甚至是灭亡的一个境界里面，能够翻转过来，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诞节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在每一次过圣诞节都在告诉我们神爱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乎你我每一个人的。所以愿上帝把他的真爱分赐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去来领受。你有在寻找真爱吗？有没有？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跟被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需要由爱来满足，但是我们常常在寻找的可能是物质的爱，可能是家人的爱，是朋友的爱，甚至是爱人的爱。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爱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纯真，完全的成为是圣洁神圣的爱。然而圣诞节是告诉我们，你不必找了，因为这一位上帝他是爱的源头，他赐下了真爱在你我的当中。你有领受吗？你在圣诞节的时候，透过圣诞节的布置，圣诞节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来告诉你上帝爱你，上帝爱你。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你相信吗？有一种永远不改变的爱，那叫真爱，他一直在等候着你。如果你对基督耶稣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信仰还不是很了解的，那就在圣诞节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来体会，因为这一位神
真的是永远在等你，因为他愿意爱你，因为你是独一的，你是他所创造里面唯一的一个，是唯一的，既是唯一的，你就可以来享受他为你所唯一预备的所有的爱以及被爱。这是你我可以在圣诞节里面可以领受的，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你我的爱跟需要。这个世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努力，但是不要忘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真的需要可以来满足的，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来满足我们一切。所以在圣诞节，愿上帝帮助你我能够了解，圣诞节是耶稣为你而降生，而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感念耶稣为你而死，而且耶稣为你而复活。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就是要叫我们明白，我们跟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那个连结，是透过耶稣基督把它紧密的扣在一起。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更认识这位神，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更能够去体会这一位创造你我、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真正的爱是在哪里。所以愿我们能够来在圣诞节庆的时候，你好好的开始享受耶稣为你而降生。你可以相信吗？你可以领受吗？如果在复活节的时候，你也可以来享受领受，是耶稣为你而复活。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总是跟你的生命有直接的连结，这样的节期对你来说才有真实的意义。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去体会，去发现真爱。你有领受，你有发现真爱吗？你有拥有真爱吗？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好好去感念耶稣基督爱你我的心。如果你还没有的，好不好？就在今天，我相信耶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你而降生的，不仅为我们哦，也为你而降生。如果你还不认识他，那你今天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期来相信，心里说：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你，因为你为我而生，你为我而死，你的生命给我的是给我一个翻转的机会，让我能够恢复到上帝为我所预备的那唯一的祝福。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再一次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圣诞节是关乎爱的故事，而这爱的故事是关乎你，也关乎我，是我们可以透过圣诞节来更认识这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真爱。所以让我们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基督徒的我们能够更活出基督的爱来。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也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好不好？我们透过这首诗歌。